乡亲啊，打来哦去看病摕药啊，加较贵咯。今年6都有高达375间的诊所，拢调起着挂号费。 啊，起偌济咧？有诶起50块，有诶起100块，甚至有一寡较高级的诊所的特约的门诊，这个挂号费是起到2500块。台北市卫生局讲，这个挂号费是行政费用，医疗院所只要报予卫生局，唔免经过卫生局的核准，就会当家己来起这个挂号费。 咱乡亲人若无爽快，想要挂号，恐惊爱加开钱啊！因为今年6都有375间诊所，挂号费起50到100块。挂号费这10几年呢，各大医院跟诊所事实上已经很久都没有调整挂号费。挂号费行政费用的适度的一个调高，其实是反映这几年的人事费用增加。即便保营运成本增加，健保点答油水，这拢是挂号费起价原因。依照卫生局资料，台北市有156间医疗院所起价全国上济，其中调上济是中医诊所，新北市起上济是小儿科的诊所，挂号费已经爱25到300块啊。 单次挂号费调整最高的是核心体系的特约门诊，收费高达2500元，锁定金字塔顶端患者。无论妇科、眼科还是小儿科，只要钱传有够，都有专人的挂号加特别的服务。诊疗空间嘛真温密，医生嘛详细了解病情，时间嘛当调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就看病患敢会当接受。 我们呢认为说不能是一个联合的行为，啊，这个联合行为说大家讲好了，然后同一个时间点或是非常接近的时间点，然后呢上涨的幅度或上涨的一个价格都完全一样。消基会讲会看各大诊所敢有联合起价，若有发现会主动去调查，毕竟医疗是基本人权，保障民众的健康是上界要紧的代志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